好啦，喺我哋呢個賽事咧準備階段咧，我哋亦都除咗呼籲香港仔同我哋咧。4個回合嘅賽事嚟到我哋第3回合嘅比賽，究竟邊個可以攞到搶到分，能夠進入去第4回合嘅時候，可以順利奪冠咧？大家拭目以待啦！聽住頸聲響嘅時候咧，我哋就要一齊啦，起步賽事嘅成績公佈咧，亦都喺我哋場內嘅 QR Code 二維碼，你只要掃描我哋 QR Code 二維碼咧，去到我哋呢個大會嘅 Facebook 專頁咧，就可以睇翻我哋各項賽事嘅成績公佈。你有冇睇人啲領題啊？37場嘅賽事咧，離我哋線道咧最近嘅係第1線道海城體育會，第2線道巴士同第3線道灣城雲中，第4線道永盛龍體育會，第5線道永利集團天團龍社，第6線道係龍隊嘅賽事咧，喺我哋3分嘅階段，我哋見到咧大家都係力當龍頭啊！我哋都分唔到邊一個咧係稍領先嘅，可以睇得到咧係大家嘅實力咧都係旗鼓相當㗎嚇。係啦，暫時稍領先嘅咧，應該會係第5線道同埋第6線道咧，都係有非常之有競爭力㗎啦。去到衝線嘅階段咧，究竟係第5線道定第6線道咧？上緊嚟嘅會係第5線道嘅榮利集團嘅，但係咧亦都係第6線道咧係成功安全衝過終點嘅東六龍咧，獲得呢一項比賽第1名㗎。係啦，亦都係帶到俾我哋一個咧非常之緊張刺激嘅比賽啊！果然決賽真係決賽啊！亦都係大家咧旗鼓相當。所以真係非常之期待啊！更加值得期待嘅咧，將會係我哋第38場嘅賽事。私家大龍邀請杯嘅第3回合。好啦，又嚟到咧我哋嘅私家大龍表演嘅時間啦！我哋咧就有嚟緊嘅第5線道嘅荃灣葵青園同青青龍啊，有第3線道嘅柴灣新力龍，第4線道嘅香港產黑過龍，同埋第5線道嘅小西合中龍。好啦，嚟緊呢個階段咧，我哋都非常之緊張嚇，係啦，賽事去到越嚟越緊張嘅階段咧，大家咧亦都可以都係越嚟越高漲㗎啦。所以咧，你哋
途中咧喺岸上高嘅朋友咧，亦都歡迎你哋可以攬。有俾我嘅時間。